2, 3. 西门桥也咋掉？骑在树当，爱吹给咋掉？为了梦冲出来，悄悄也咋样？愈发冲突，爱吹给咋样？为了梦跳舞，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哒。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嘅福氣類呢個節目。今日大家看到短嘅短片是啲吼，誒，大家都當數落嘅是容易出新專輯咧，所以咧吼，大家都繞牆機吼，所以大家就喺講，佢係一個發家，一個四二，然後一個客家嘅創作歌手，歡迎一個思蓉姐姐，歡迎。伊犁韓國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思蓉，今日帶來我嘅新嘅專輯喎。耶！真係貼歡喜哦，也就係今日帶來新嘅專輯，錯嘛哈？哦，嗰時候其實也才剛發行，才4月份，還是可以講佢係小露露嘅來到鴉片同你客家鄉親朋友來分享，對不對？好開心哦！你看，哇，這個其實連這個封面呢都是有故事的哈，等下有機會來講一下嘅哈。不過這一張專輯，我們先講一下它的名稱，今日黑馬。好特別哦！其實公司在發黑公愛訪問思蓉姐姐嘅時間，我嘅壓力有一些大，大家就會問講：啊，你為什麼要壓力大？佢嘅人按好，我講誒，佢請有內行，有冇？佢嘅講誒，唔係按簡單，變鬼變怪。嗰時候佢嘅音樂性又聽高，嗰時候你會了解佢嘅東西，總得亂問題，所以你看，然後對，這就是我們可以說，剛才聽到就今天啊，今日黑馬啊，也就會專輯的名稱今日黑馬，好特別哈，等下我會講一下，唔講我來講哦，聽說這張專輯很特別，你看生命的歷程就是這樣，你看因為今年。我們說全球疫情，都按有個問題，可是也催生了這張專輯，從麼？同大家講一下。哇，好像時間無所不在啊！的每三人，他個就公平24小時，真平，只有這個是公平的。咁每三人對時間的運用，也係講對時間的感受就冇重要。咁好像一出世。就會經過人生呢目標嘅階段，甚至呢，無論係有錢冇錢，前後輩大家就強要離開下世界。咁嗰時候就唔敢講嘅，因為也疫情也2年，規整個世界哇就翻動誒，就翻轉誒。嗰時候人家就會時間空間嗰種自由度啊，就受到清太限制，甚至人講誒有500萬，超過500萬嘅人。因為也那個病情離開下世界，咁嗰時候我自家就問講，到底係乜個東西？人家哋身體離開以後，乜個東西就得留下來？我想可能每個人就會問吧，你生命對哪來？生命會行到哪條去？會留下來乜嘅麼？會本人紀念到、想念到乜嘅麼？咁嗰時候我就想講，我一定要做一張有關時間、生命、韓國人類嘅一種愛嘅嗰種專輯。咁嗰時候就從我嘅青島嘅創作嘅作品度行啊，所以報名呢先也12首，就從2003年一直行到2020年。
哦，姑说你看哦，这也是一个酝酿的过程，对不对？对，今年疫情的时间，我们就把它完成。其实看很多这些书写的文字的简介的时候，其实我亲有感觉，因为其实盖下师兄姐有讲到时间有个问题。其实我会白天有个问题，就会讲我活在当下的时候，我就会吃到讲，我可能吃到我冇欢喜，可能我吃到有轻度的困难，我可能会对当下的我没按满意，我就会想说，哦，迄个我呀24唔得几好吼，迄个我呀34唔得几好。不过按照我有看到一段文字按样讲的，其实说讲伊总得按样想，因为伊呀，迄个伊50岁嘅时间，伊会想讲，迄个我40岁几好，你60岁嘅时间，伊会想，迄个我50岁几好，你80岁嘅时间会想，我说其实你50按样想，你会想呀就会提好诶。对不对哈？我看你的专心，同样还有我看到那段文字，我有种很深的感觉。对，所以你看哦，就像石龙这讲的安阳音，所以我们来介绍一首很重要的歌曲，就会《金本的黑马》。就《金本的黑马》也是引起揭散的事情。对，一个灵感，对不对？2019年，嘅年尾哦，就老好朋友去揭山，揭啦，因為年尾嘅天氣就已經轉涼嘅啊，不過今年咧有日頭，佢要多好行到一片那個樹蘭，一樹蘭呢有青島嘅那個雙山蕨，有一種蕨類。哎呀，蕨類呢，佢張幽幽嘅張包出來噶嚇，係金黃色咧，尤其呢個光線安尼一長啊去，哇，完全，當像去到天堂一樣嘅，嗰種嘅當神秘嘅一種感受。咁後面要繼續行到有段路呢，個山壁係規則嘅90度嘅陡降，做揭下去呢個當然做靠嘅索嘅，綁定索嘅，一鋪一鋪嘅行，佢半點鐘嘅安尼個過程，你知道當像恍如隔世，是，哎呀，嗰種時空，老按那個現實咧，按那個時間完全係冇共樣嘅，咁嗰種係轉去以後呢，就點清下來就有按那個文字的意象也都做出來，佢講，金本嘅係馬，跳上跌落冇停頭，天光日係老虎，上夢啊上夢，草本嘢係一串亮嘅，叮叮當當講唔出，係係今日高興同悲樂，因為係啊，平常就像你就有上嚟哦。平常還蠻有以前噶，他就會吃到個一槍馬一樣誒，一直往前衝，一直往前衝，一直往前衝，係啊，一直往前衝，佢跳上跌落冇停頭啊！對未來、對天光日的事情，就有當多啊那個慾望啊、想法啊，想要做乜嘅，想要樣嘅嚇。佢說我就像個老虎一樣嘅，拔佢嘴啊你，想要去捕捉去抓。一曲按你按到嘅東西，咁講到過去嘅事情，無論係些係些時節，也係講按你嘅歌唱度，講嘅按你嘅過去嘅事情，要唱嘅你風鈴一樣嘅，叮叮當當講唔會實。咁唔過就講所謂劇場家下嘅樣式，我就感受到講，就像唔講嘅，係係。天下係捱媽係過去，捱媽係未來，也就係未來捱切家。哇！大家你看一下一首歌曲哦，按用嘅靈感來面，做嚟譜成一首歌曲。唔過我想同大家來分享，唔單唱一首歌曲，更加重要，其實它是一首詩。對，然後它每一個字字句句都非常的精煉，唔過每一個字字句句背後帶來嘅意思，就會按用嘅呈現。好，古說要就會亞述狗，金本嘅黑馬，好有意思哦！我覺得同狗名就挺有意思。不過是用這亞述狗曲有藝術短嘅 MV， 對不對？古說金本也來到亞片同大家來分享。好，所以你下次就請你所有嘅鄉親朋友共下來談聊條狗曲。
是跌落，跳是跌落，没尽头。天高日，海落浮，相望啊，相望。MV 真的輕容易嘅意思誒，佢嘅 MV 就會下羅時雍嘅名誒，對，真係他就是羅氏風格，也就係羅氏風格。不過，我必須要說，一般人大家對 MV 嘅想象係嘛，佢會用人哋嘅地圖，他佢會地位結合動畫。不過，剛才看到嘅一份當中是全部都是羅氏風格嘅。那個有深刻哲學意涵跟精神暗湧嘅風格嘅地圖，對，據說那個畫也是會出自於你。我們等一下好好來介紹。你先講這個 MV 也是你的創作嗎？哦，唔係，呀，是另外一個藝術家，動畫藝術家，沒有，我哋說是跟他一起動腦把這件事情給想出來的。哦，對，我們有稍微的討論，嘿，所以呢，叫做主要講到時間啦，結果佢變到。這個時間三女神，真的有三女神，還有嘛？今天、過去、未來。所以呢，請你家鄉親朋友嚟先，你先聊一下，等下再好好地總嚟講下，到底該有嘛個精彩嘅內容。今日同大家來紹介是種這個新專輯哦，根本嘅黑馬，好特別哦，好愛念這首歌哦，因為好好玩哦，根本嘅黑馬，就是真有意思。其實佢用成來像一題目噶哈，像個根本嘅黑馬，我太過抽象嘛。覺得好酷，根本嘅黑馬，乜解講？根本嘅黑馬，就知道，就會你嘅風格，就會讓我嘅感覺。嗰方面呢，就有邀請動畫嘅藝術家哈，佢本身佢喺美國芝加哥電影學院碩士哈，咁佢第一擺聽到安尼嘅現代客家音樂創作。佢聽到我嘅歌嘅，佢非常非常震撼。可以講用震撼兩隻詞來講。佢天白合作，佢天白老佢天白合作，咪係透過朋友嘅手機。咁其實一隻藝術家呢，佢本身呢嘅呢圖像能力，佢咪係一隻畫家。佢唔單槍係做動畫、做電影、做影像嘅，嚇佢係畫圖。咁嗰首亞都行嘅 MV 呢，有10部，佢 V 到一隻 MV。戲化嘅，哈，這裡是全新的量身定做，就很有意思。佢講哇，當有異國情調，佢對佢來講，聽了這個安尼嘅音樂老歌聲，其實知道講是靈魂之歌，所以老佢安尼嘅共振當強啦。佢旁邊佢都講這個思榮，我一定要幫你做，一定要合作。太棒了！給下大家看到係短短嘅，唔過下係會推出完整的，對不對？好，大家就做得輕鬆。哇，到底這中間，you know，安陽嘅歌曲，安陽嘅音樂配到安陽嘅畫圖，看會怎麼樣的一個
就像思蓉姐给共振，对不对？希望可以带本大家青岛对生命也好，对时间按有个共。係啦，主講因為啊，一般以前嗰嗰數主講按那個巡演啊，吼，也數到前台限制啦。因為以前講按那不可測嘅，係啊係啊，嘅演數也簽到，嗰種我就想講，一擺也得準時，出來做 MV， 嗰種一擺我做5期 MV， 哇，好期待，5期 MV， 嘿。咁就想講透過影像咧，按那個 MV 有畫面有音樂，按那個方式去呈現。咁嗰種嘛有嘢其中一期 MV。哦，係台灣大學嘅哋嘅藝術中心，佢哋唐亮嘅哋嘅作品非常嘅喜歡，佢就講啊，那我們來投資這個做 MV 好不好？佢嗰時候嗰樣時，大家討論，後面呢就邀請嘅誒嘛誒客家嘅後生嘅舞蹈家彭小英。嫁給母女檔，對，真平清真，嘿，母女檔啊，因為啊，也是各位杜行嘅歌詞有講到，對體型都子宮嘅引力 ，OK， 好，從子宮。從地心到子宮的引力。對，因為小英之前也有一個創作，戲劇的創作也是跟女性這個議題有青苔嘅關係。係。哇！嗰時就也記 MV 可能應該就11年代，1年初會出來。耶，真係真期待呢，因為大家想會看，到底客家嘅，其實應該講佢係客家人，唔過佢係一個創作舞蹈家，對，佢會帶來用一個哇 MV 的按鈕嘅組合呢，真的是我們講一下好神秘哦，就是大家敬請期待按鈕嘅感覺。你看就冇聽跟藝術家傾下來合作哈，如果大家能夠談到呀，他就會知道講哇，因為思蓉姐真係一個全方位的。表演嘅，冇啦，就被迫這個很多斜槓這樣子。我咩做得被迫啊？唔過我冇斜槓哦，我本係同是鐵手嘅。唔過我要大家就俾講，你看你躺街狗嘅時間，你可以讀到詩，可是你看到畫，唔過現場壓抑你帶來嘅衝動。這也是你這一次全新嘅創作，你看2幅畫。就一擺전시杜行嗬，因為也係2年，因為疫情嘅關係。嗰時候演個當到嘅演出嘅機會就70位啊，咁我就多多有一張機會就去學版畫。以前我自己也有畫圖，不過版畫係從頭開始啊。咁後面呢就係講嘅去開山以後啊，就寫出也根本係嘛，我就想講啊。我老給用版畫來呈現啦，好，咁嗰時候咧，也前後輩就用版畫來呈現啦，好，嗰下個杜行嘅給你插畫也得，咪呀，我差唔多有2年之間做差唔多20批部嘅，哇，係按呢個畫作，咁就從個面書當行就破文家下就當到人講係咪做得變到전시杜行啊嗱嘅哋嗬，其實知道講人我嘅文思，我嘅按呢個創作嘅氣息啊，嗬，就講畫圖。老文詩、老音樂非常嘅 match，而家嗰首一擺嘅전시可以講就係唔單止係音樂嘅呈現，也係藝術家嘅畫作嘅一種呈現吧。為什麼我有一種感覺能量很強，感覺上就是10種碟要전시要全部，這樣好像要宇宙大爆發嘅按鈕嘅感覺。所以你看，因為你想看，做啲推出按度嘅 MV， 又做啲強無強嘅藝術家合作。你看有按優秀的畫家、設計家，還有舞蹈家，你這就是你看不同的藝術面向，這麼多的創作都在這裡面，然後又可以你自己親自的畫作版畫，你看我就真的是好像沒讀書嘅人，就問佢要親難唔講，思蓉姐就我要親難哦。因為個問題就，因為透露嘅問題就很粗淺，會很難嘛？蠻難的哦。就按用嘅討論，不過真嘅親防疫做得第一전시第2做得看到自家嘅東西，我覺得這種感覺很冇共用，因為是各種不同的東西揉捻在一起。這個對我來講哈，我知道你是親和嘅方式就係互相嘅對話。對，好唔單止係聽覺藝術，佢也做得戲劇舞蹈，佢也做得視覺藝術。
好，他个做的来针对按那个来互相交织啊。是。好，就像我嘅作品度哈，也有5星10年哦。好，让5星10年嘅时作来做一个交织。从他讲迄讲唐安用嘅转系地都有青岛嘅5星10年嘅创作，可以加上思蓉姐的曲，哎呦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好棒哦。不过吼，他讲要吃到讲哈，就做的转系听听了，哎，冇哦，我们是不是有组合？啊，超棒超棒，嘿嘿嘿，想要拥有，对不对？想要收藏，要不然就推出那个听歌看画组啦，是，好，就讲因为亚版画，讲个这个非常好写诗，哎，当到个诗谱诶，个都好有画图啦，有写诗啦，也系日记嘅记录呀的，咁古上我就想讲，哎。佢會用呀安尼嘅辦法嘅作品來設計安尼嘅詩譜誒，嚇韓國嘅卡片，好個轉寫安尼咧就有一隻聽歌看畫組，好棒哦！我們可以買對嗎？哎，超，我們可以用嚟買，它其實我們可以單買按用嘅轉寫，樣個唔夠要做得買按用嘅組合，對不對？松苗去查就有青島嘅紫心，就都得買。哎，永清培威要賣，當然就是要買組合啊！對啊，因為這麼難得，因為清難的第一拜周嚟講，你買到全新嘅轉系，唐安永嘅歌又可以有累積了安永能量嘅畫作，當像安尼較拉拜的，一定會啊！這就是。那還講較粗俗一點，就會消費者心態啊，按用叫拉拜啊，還沒按用，很夠。對，不過其實唔單止按用，也其實轉系底度，我們到目前為止好像只介紹了點不膩黑馬，我們不能每一首都按用你曝光，按用太嘎就會覺得都底耶。不過其實有一首歌曲來，我覺得我自己很喜歡，對，然後等一下黑講有時間做啲好好嚟講一下，就會門縫，為什麼哈？我先同太嘎來。透露一些些嘅哈，就是這個門縫嘅詞，我非常的喜歡，因為我吃到親有畫面。我睇下就一啲都係用嘅歌曲嘅。先等一下，我們先繞牆向親朋友向下來看一看思蓉姐姐帶來嘅你講 MV， 我們再好好嚟講一下嘅，好嘛？好，所以等下子繞牆所有嘅向親朋友向下來看門縫條條歌曲。一定唔裝解風子，探戈遊戲唔就事嘅，每一家都有相應嘅事嘅，啲嘅狀態。將苦難留在我當地路外哦，像佛林佛林歡迎收睇繞牆道，思蓉姐姐呢度節目地圖啦，大家嚟小解新專輯。接下大家談到嘅是《門縫》，哇，我也很喜歡這一首歌曲。它的詞輕有意思。耶穌是林玉鳳先生哈，佢係女僕嘅人，對，女僕嘅人。佢寫我看到《門縫》啊，都知道講，
其实对人家客家人的年頭，吼，人講嘅時間，係用白來，而行向內，文化嘛咁樣啊，佢咪係一條像時間嘅河巴樣嘅啊，吼，佢古時也其實也文風吼，就像雖然係當簡單嘅，也按那個福字啊。我哋人家就過年家下不看會點哦，以前係很細家下不看有點。其實吼，公司採訪要講有親有共感呢。因為你以前冇咁講，你就知道佢就會一件事情，唔講你要他想起來，要真緊就會你講客家文化、客家嘅習俗，而且那是一種儀式，而且係一種氣氛。有呀，你做完有嘅事情，係代表，那是一個。那個時間可以做的事情，而且是代表的那個時候你要發生的事情，所以這就是我的感覺。你看種誒種諷刺跌到安尼個門面吼，不過呢，也使你林玉芳先生記住講，唱50時誒，做嘅壯福，係五福臨門哈，咁嗰種我就知道個，哇呀，安尼個春意平安啊，尤其從安尼個疫情咧，安尼個時期啊，吼，行家創業，行家感受嘅都啊，呀文化雖然按簡單的一種物質，哈物質性的東西，哈種子的點點啊，唔過加個意象，加個祝福的力量，按強大。說實話，你也說高雄那個感受安樣嘅，以前看到安樣嘅像五福主呀、文風安樣嘅東西，你就知道那是一個氣氛，我覺得哦，高節也安樣誒，係一個習俗，係一個文化。不過有這首詩要，或者是說要跳高雄嘅時間，現在如果再進那個門，看到啲安樣嘅字，你會覺得有能量嘅感覺，會覺得好像哎呦。因為還有想獅子嘛，對不對？然後你就覺得好像平安都帶起來了，然後好像會有一個人在那邊保護我們。然後如果現在勾眼，你真的去點那個字嘅事情，你就會更慎重。係啊，對，我覺得這就是力量。對啊，係啊，所以我希望，雖然也係依照傳統，不過呢，人家都現代舞嘅，像阿布卡嘛，會點。春聯啦、門風啦，你看佢下到一句叫將苦難嘅財富擋在外面，你係咪清安心？覺得好棒哦，對哈。故說我用心朋友看，啲路嘅歌曲就會按豐富，乜嘅都有，按用有音啊，按用翻閱啊，我就真的覺得哇，這真的是一個很有氣質，真的輕做被收藏嘅東西，很舒服，然後而且裡面的畫作輕講哈。我講我真的一直按用講，一直按用講，好像都快要沒有詞彙。有冇就覺得好像哪個形容詞貼色嘅，有冇？好，總得講質樸其短嘅，都也就好誒。如果生下來，我嚟考試誒，考馬嘅就會考實用這考文快答，夾夾問，夾夾 N， 夾夾回答，總得上哦。不過係冇講好嘅哦。其實有一些題目哈，其實簡單也簡單，唔講難也難啊。唔過前提就是走不可以想，所以嗰時候我要考試哦，哈，提一提。你會想老七家比喻成哪一種動物？哦，應該係妖婆。你看，你總得想，是不是要不能想？為什麼係妖婆？好特別哦！做得朝天當啊，乜做得七夕啊，嗰位呢嘅木主當禮啊，嗰位呢嘅當土地嘅一種動物。公司採訪，讓你以前有想過嗎？還是你剛才想的？你剛才想的係麼？跟你真情反應清。不然哈，2秒鐘一閃，馬上我包誒。哦。你看思彤姐姐嘅外表，嗰個講法按文要，唔過佢上嘅通文，你看都係清明節，有嗎？妖婆籠包誒，我喜歡包誒，我喜歡包誒跟敏捷，而且喊他重要嘅包誒一樣，你知道？它已經有很多是稀有動物了呢，對不對？哈，而且你要去到大草原，看人家你按鍵來看到，太迅速了。所以你的內心慢慢要透露出來咯。從外表看到嘅多面向嘅藝術感，唔係輕飄飄哦，好想探索一下哦。哎呦，嘅感覺，包誒老妖婆以後今後戴面具，以下還係講有你們愛就你知道嗎？思彤姐想要當妖婆，也係包誒。OK， 聽一題哈，係講基本你做得錯哦。這個題目也是挺有意思，迄個真係坐時光機，你不會想去轉到過去啊，去到未來。
我想個就像耶穌是愛係今日過去同未來，太好了，所以應該你就會按用回答，佢一循環咧。冇錯，你絕對做唔嚟講過去還嘅未來，就會按用講，愛就會壓下，壓就會愛，愛就會當下嘅存在。好，我都要開始把哲學家嘅名給搬出來了嘛。我思故我在，笛卡爾講嘅，愛就會壓下嘅愛。哈，第三題，哎，我問一下哈，這個我覺得這個哈，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先想好。問一下哈。用3個詞彙來形容自己的音樂創作啊，3個詞彙啊，就好，我給你時間多一點，不是你看懂。邊鬼邊乖，吃有吃菜呀，吃有吃菜，邊鬼邊乖，係嘛？啊，真的，係啊，也做一個模特。一個模特兒，我哋有音樂嘅精神。第3個形容詞，第3個就會講模特兒，第3個就會講模特兒。第一可以吃有吃菜，就會幾個音樂創作，就會吃有吃菜。第二就會邊鬼邊乖，因為我想去做乜嘅就做乜嘅，你要表乜嘅音樂，表乜嘅音樂機啊就表乜嘅。第三個就會講模特兒。講模特兒係吃有吃菜嘅感覺。因為我知道。無論做乜嘅創作，做乜嘅投入，人生應該先後不去追求，就會自由吧。真的，那是最終。因為自由是一個身心靈結合的自由，你心理自由了，你才自由。好，哇，真的很好玩吧？快問快答。問題了。我跟你講，時間唔難，青島嘅題目好唔好？有青島嘅故事同大家來分享，黑美琴有意思，快問快答。還是我們下一次安排一集，就只要來快問快答。我知道有青後，因為這對青島沒有在訪問稿裡面的潛意識的透露，也有剖包。唔過講到鴉片，其實我們剛才談到了青島黑。詞的部分，詩的詞嘅部分，不過其實音樂性是很高。其實要不要從青島嘅音樂人合作，對不對？好，我有青島嘅做的討論，我先講一集好了。有一首歌，貝雨作詩的母雞，本意都是給嘛，都是給嘛。我講貴兒要原諒我哈，因為個天難講啊，要配合哈，本意都是給嘛。亞叔歌曲我有看，詞很簡單，不過好像裡面很多擬聲，係冇？因為哈，特別當然有一部嘅我自己有學嘅啊，有種菜、種水果、種花草呀的，咁呢有一年個春天落過一層雨，想講因為伊嘅叫聲很奇怪呢，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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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你真的，你這太有才了，好棒，太有才華。我就想講，有乜個聲音咯？幾馬槽嘅叫呢？做乜佢會按你嘅叫聲呢？嗬，平常佢應該係咕咕咕咕咕咕咕，應該按你做嘅，個後面當發現到佢姜卵。哦，嗰個呢，人哋後發嘅雞卵啊，人哋較古雅講法，人都雞春。春天的春，呀，給春的詩，你看春天就係萬物最勃發的那個生命最勃發的那個季節。佢古時候呢，給春的意象，哇，很讚。佢古時候我就，後面就感受到，我寫一首，也本意都是來給嘛，就講啊，也詩嘅，也就給嘛，姜的體粒卵，哇，結果呢？萬物齊鳴，一起來慶祝這個蛋的，這個雞蛋的，要給春的誕生。哦，唐一樂好有生命力哦，而且好豐富，好有希望哦。係啊，剛嗰陣有首歌會就變那個，現場唱噶哈，就帶觀眾來同他互動，那是係嘛嚟？哇，你看哦，真嘅，今日訪問施龍姐，這邊吃到時間夠的情感，因為就很生動啊，好多內容可以聊。你看一下就過去嘅。同大家講一下，希講啊，哇！真係大家真的覺得聽得清歡喜，大家嚇夾夾去買鑽石，吼！希講要買個紙箱做啲送廟去查，有青島嘅紙箱，有青島嘅法通。今日真係請感謝施龍姐姐嚟到鴉片同大家的分享。希講下禮拜我就只要準備快問快答就好誒，我們再來上一次節目，做得嘛吼！感謝。OK，希望大家好，所以所有嘅鄉親朋友聽聽下來，大家嚟做認同了。
仲是福喜樂呢個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樂呢個面書傾站，還有聽嘅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讓呢個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